失敗先 ，OK。3、2、1 ，OK。Action。咁好啦，根據啱先嘅投票結果咧，我發現大家都唔係幾信任我做一個副會長。不過唔緊要，而家仲有咩崗位咧 ？OK， 應該仲有康樂及服務幹事嘅。呢個位呼爆。呼爆有冇咩證嘅想問下？國際服務事務 OK。呢幾年我都同唔同嘅東南去食飯，同埋吹水，同埋參加佢哋嘅一啲叫做週年晚會啊，甚至去咗呢個交易廣場啊，同東南一齊吃個飯啊，當中學到好多唔同嘅知識啦，可以運用喺我哋離島扶輪社嘅一個專業服務人才發展計劃入面。咁我相信咧，即使我競選唔到副會長啦，呢個係一個好遺憾嘅消息啦。但同時間，我亦都會發揮我嘅所長，我嘅能力，去幫我哋離島扶輪社做更好嘅成績，幫助更加多 Ivy 嘅小朋友。佢哋即使嚟到 Ivy 啦，係一件好慘、好唔舒服嘅事，但係我都想令佢哋覺得嚟到扶輪社係一個家，令佢哋覺得舒服、kimochi。咁如果呢個職位咧都做唔到嘅話咧，你真係唔求其幫我塞一個職位。